今次嚟到麗晶酒店嘅港半餐廳食自助餐，主要目的係酒店邀請日本出名嘅拉麵店鴨都涌。得知呢個重磅消息，就即刻申請放假，就係為咗去食呢個日本人氣拉麵。響東京嘅門市，要排隊至少等2個鐘先能夠入座，認真誇張。今次不單止帶嚟美味嘅拉麵，更邀請日本當地廚師主理，加上用返日本當地餐具，誠意十足。第一次食自助餐係有拉麵，更要勞煩工作人員親自奉上，實在不得了。拉麵唔算好大碗，相信比門市食細碗。第一時間品嚐佢個湯底，真係哇咗一聲，湯底係極濃郁嘅鴨香味。一向我對醬油拉麵冇期望，估唔到帶俾我驚喜。最估唔到嘅係，佢將鴨湯帶出完美嘅鴨香味，佢可以做到咁出色，實在冇浪費到我個大價。最後我食咗2碗咁少，因為俾其他食物阻住咗我個胃，唔係我會食多碗。我覺得中餐可以唔使攞，講真唔好浪費咗自己個胃。對我嚟講，我俾唔出5星。我感覺係有啲強差人意，連點心都係麻麻地，蟹子燉蛋係冇咩味，真係唔知其他嘢食都會唔會都係咁差。如果要讚就得個中湯，佢個木瓜枸杞雞腳湯勁正勁好飲，至少唔係例湯嘅味道。跟住到日本嘢，刺身係基本，我去自助吧要求刺身每樣要啲，有5款刺身選擇，唔算話好少，而且都好新鮮，完全滿足到我個胃。冷盤方面，選擇都唔少，但因為個肚容量嘅關係，我淨係食咗個麵包蟹。佢麵包蟹唔錯，雖然唔算好大隻，但勝在夠多膏，而且店方處理得好好，做到完整成隻蟹上台。西餐我完全冇食過，因為食拉麵食飽咗，同比中餐浪費咗我個胃，所以得個睇字。佢嘅款式唔少，每樣食少少，其他嘢都可以唔使食。唔食西餐咁就用第2個位食甜品，甜品嘅款式都好多，而且係大大件，味道方面都好出色。基本上所有甜品都可以俾5星，特別係佢個 cheesecake 馬卡龍同龍蝦尾千層酥，我真心覺得好食，但唔知係咪日日有。呢度除咗飲水外，佢有2款飲品係可以任飲，我特別中意百花蜜茉莉花茶，好清甜解渴。今餐我最欣賞都係佢個拉麵，真係冇得頂，真係希望去一轉日本食多次。喜歡呢條片嘅，麻煩撳個 like、留言同 share 支持一下。